各位线上的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祷告会的时间已经到了，让我们预备心来参加今天晚上的祷告聚会。让我们恭敬的来到主的面前，谦卑的来寻求他的恩典。让我们一起来献上感谢和赞美。让我们来唱诗歌来敬拜我们的上帝。来唱第一首诗歌《祷告的力量》。让我们来跟着影片一起来唱诗赞美上帝。祷告的力量。影片当中就有歌词，让我们来跟着影片里面的歌词一起来唱。以祷告播下救恩的种子，以泪水浇灌心灵的深处，神的灵使软弱的心变得刚强，我的信心建立在耶稣这磐石上。祷告的力量，世界可以证明，改变的大能在耶稣基督里。献上馨香之祭，直达到你宝座前，因你心事，你必垂听每个呼求。在这黑暗的时候，更是需要祷告的时候，让我们透过祷告的力量，这首诗歌来安慰许多受伤的人。以祷告播下救恩的种子，以泪水浇灌心灵的深处，神的灵使软弱的心变得刚强，我的信心建立在耶稣这磐石上。祷告的力量，世间可以证明，改变的大能在耶稣基督里。献上馨香之祭，直达到你宝座前，因你心事，每个呼求。祷告的力量，世间可以证明，改变的大能在耶稣基督里。献上馨香之祭，直达到你宝座前，因你心事，你必垂听每个呼求。祷告的力量，世间可以证明，改变的大能在耶稣基督里。献上馨香之祭，直达到你宝座前，因你心事，你必垂听，因你心事，你必垂听，因你心事，你必垂听。
感谢主，他垂听每一个呼求。我们再来唱耶稣你已得胜，耶稣你已得胜。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主已经得胜在我们的当中，他已得胜，他是荣耀的王，他已得胜。耶稣你已得胜。停止拍打海岸，人相聚离散，没有一种约定永远不更改。谁能告诉我生命的答案？超越了时空的祝福，永远的爱。耶稣你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耶稣你已得胜，我们的主已经胜过了世界。这世上的苦难，像海浪不曾停止拍打海岸，人们相聚离散，没有一种约定永远不更改。谁能告诉我生命的答案？超越了时空的祝福，永远的爱。耶稣你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耶稣你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感谢主，耶稣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我们再来唱蒙恩，让我们都能够成为蒙恩的人，在主的面前。让我们在主的面前看到我们是一个蒙恩的罪人，何等需要上帝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来帮助我们。
求你将道路指示我，使我认识你，敬畏你，在你眼前蒙恩。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赦免我们的罪，亲自与我们一同行走，与我们为你缠延。我们是蒙大恩的子民，丰盛的慈爱四面环绕。你必怜悯，你必恩待，无尽的恩惠一生跟随。我们是蒙大恩的子民，丰盛的慈爱四面环绕。你必怜悯，你必恩待，你必亲自与我同行。感谢主，他怜悯恩待，要与我们同行。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赦免我们的罪，亲自与我们一同行走，以我们为你缠延。我们是蒙大恩的子民，丰盛的慈爱四面环绕。你必怜悯，你必恩待，无尽的恩惠一生跟随。我们是蒙大恩的子民，丰盛的慈爱四面环绕。你必怜悯，你必恩待，你必亲自与我同行。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赦免我们的罪，与我们同行，仰脸光照在你眼前蒙恩。感谢主，上帝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我们最后来唱一首台语的诗歌《教主做伙行》，我们一起与主同行，教主做伙行。教主做伙行，让我们这一生的道路当中与主来同行。我要甲主做伙行，经过溪水爬山岭，有伊做我的牧者，
什么代志拢免惊，无论是好也是苦，拄着日头甲风雨，万事有伊的照顾，我是放心来到。恩典祝福满满，教主做伙行，主的祝福恩典满满。我对教主做伙行，我的需要你知影。感谢主，一路上上帝的祝福充充满满。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晚上可以同心聚集，一同在线上也在现场彼此的祷告，互相的代求。主，我们把我们一切的重担忧虑卸给你，因为你是顾念我们的。特别在这样的疫情的时候，我们能够在不同的地方共同的来纪念彼此的代祷，互相的代求，以至于我们看见主你的恩就临到我们身上。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在你恩典当中能够看见你丰丰富富的临到我们，你的祝福随时都在我们的身边。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让我们今天来进入一段新的书卷，
就是在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就是启示录。那启示录很少有人来读，但是我们按照经文，我们一卷一卷的查经。那我们要进到启示录里面，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从上帝的话语当中得帮助、得力量。让我们一起来读启示录第1章第1节到第8节。启示录第1章第1节到第8节，我们先来读和合本的地方，让我们能够对今天的经文先做一些的了解。启示录第1章第1节到第8节，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上帝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上帝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念这书上的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7个教会，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上帝和他宝座前的7灵，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上帝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看啊，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主上帝说：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阿们。愿上帝祝福他的话。我们再来读现代中文译本，帮助我们对这段的经文能够更加的认识跟了解。请我们一起来读启示录第1章1到8节的现代中文译本。本书记载耶稣基督的启示，上帝给他这启示，要他把短期内必定发生的事指示给上帝的仆人们。基督差遣天使向他的仆人约翰显示这些事，约翰就把所看见的告诉大家，为上帝的信息和耶稣基督所启示的真理做见证。读这本书的人多么有福啊！听见这预言并遵守书中所记载的人多么有福啊！因为这一切事实显现的日子快要到了。我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省的7个教会，愿那位昔在、今在、将来永在的上帝，以及他宝座前的7个灵和那忠诚的见证者，首先从死里复活，做地上诸王统治者的耶稣基督，赐恩典平安给你们。他爱我们，为我们牺牲流血，从罪中把我们释放出来，使我们成为祭司的国度，来侍奉他的父上帝。愿荣耀和全能归于耶稣基督，世世无穷。阿们。看啊，他驾着云来了，每一个人都要看见他，连枪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他来的时候，地上万民要为他悲伤痛苦，这事必然发生。阿们。昔在、今在、将来永在的全能主上帝说：我是阿尔法，就是开始；是亚米加，就是终结。阿们。愿上帝祝福他的话，还有听他话语的人。我们最近一直有许多的人在担心要去打疫苗，希望能够提升免疫力，但是有的人也有许多的担心，怕疫苗会造成身体上的一些的伤害。当然，免疫力跟人生也是有一些的关联的，所以我们会看到我们如果从今天的这个内容里面，网络上的一篇的小文章里面的内容可以看到，免疫力跟人生其实有相当大的关系。在同一辆巴士上，他说在同一辆巴士上，有的人被病毒传染，可是有的人是平安无事。所以一样在这样的一个病毒的环境当中，有的人是身体健康的，表示他的免疫力是好的。当然在心理上也一样，在这样的一个
疫情的当中，有的人是积极阳光的向上，但是也有人是怨天尤人，甚至是仇视他人，这是心理的免疫力。所以当我们的免疫力是强壮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像是有阳光的积极向上的这样的人，而不是一个在这个心里面好像是有怨天尤人的，或者是心里面有很多的苦毒的。第三个，他说免疫力跟人生的这样的关系，如果封城的时候有人1年不愁吃喝的话，那表示他的这样的一个免疫力是经济的免疫力是好的。可是有的人1个礼拜可能就经济上就拮据了，这是表示财务的免疫力。我们是不是在财务上面，特别在现在这个疫情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有好的这样的一个财务的免疫力，帮助我们能够度过在这样的一个被这样一个封的时候，这样的一个3级的这样的一个约束的时候，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也能够有很好的在财务上有免疫力。那第4个，他说免疫力跟人生的这样的一个相关联，同样待在家里，有的人是在读书，或是学技能，或者是运动，或甚至是视讯的开会，一样在家里面有很多的事情是可以做的。但是也有人选择睡觉、看电视、打电动。那当然我们不能够说哪一个是对或者是错，但是这是价值的免疫力。我们是不是从这样的一个什么都不能做的活动的情况下，仍然可以有充实自己的机会？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也知道在许多的这些的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学习跟价值的免疫力上面，我们也可以有一些事情是我们可以去学习跟去做的。最后，这是这个作者他的勉励，他说免疫力与人生，这场天灾是一个浪淘沙的过程，对于许多人的身体、阅历、认知、人性、良知、勇气、思想、灵魂、价值观，都是一场赤裸裸的筛选。或许在这一场的疫情当中，有许多的事情让我们无法去掌控，或是措手不及。但是有的人从负面的事情当中去找出生命的意义，有的人是一直沉溺在一个这样的一个不幸或是意外的当中。所以要战胜意外跟不幸，我们最重要的是要提升所有的免疫力，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身体的免疫力，包括我们提到心理的免疫力，包括我们提到财务上的免疫力，包括我们提到这个价值观的免疫力，都是我们可以去提升的。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提升自身的免疫力，以至于我们可以面对各样的环境的时候，都有力量可以来对付这些外在的侵扰。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是启示录的第1章第1节到第8节。那开始我们要讲到启示录，一定要讲到这个人，这个人就是使徒约翰。各位如果看使徒约翰的话，其实他在的处境跟我们相当的类似。我们现在是因为被病毒的影响，以至于我们好像被禁足一样，在家里面好像没有办法到外面去。事实上，当时的这个使徒约翰，他也遇到同样的类似的情况，但是这是不得已的，他也是不得已的，他被放逐在一个海岛上，叫做一个拔摩这个海岛上面。因为他的信仰的缘故，他必须要面对被放逐在一个没有人居住的岛屿上面，甚至很多人会认为说，他会不会在那样的一个情况下，会不会在生理、心理，或者是在他的价值观上面，或者是他的财务上面，是不是会受到一些的影响？然后我们看到使徒约翰反而在这样的一个什么都不能做的情况下，他领受了这一本书信，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启示录。当然我们要先从书信里面去了解跟认识基督的信仰。我们的基督信仰在我们的信仰里面一个重要的核心，就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圣父、圣子、圣灵三位是三而一的上帝。这个是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的一个启示。虽然圣经里面没有直接讲到三一的上帝，但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共同在这样的一个创造还有救赎跟实行这样的一个救恩的事上面，这三位是同一的，而且是一体来工作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在这一篇的 PPT 里面有一个人叫做 Spauer， 这个人他说，父神开始创造和救赎之功，子神赎回创造之功，圣灵神则将救
赎施行在信徒身上，使人重生跟成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所信的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所以我们在我们的使徒信经里面会提到，我信上帝，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我信圣灵。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看到圣父、圣子、圣灵共同工作在我们的当中。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信仰是这样的一个美好跟真实，三位一体的上帝居然住在我们的心里面。当然上帝预定跟拣选了我们，使我们能够来认识他，这是上帝美好的心意。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原本是我们能够住在基督里面，成为上帝的子民，蒙上帝的拯救，按上帝的旨意来行万事，并且预定在上帝的预定当中定下他的计划，好让我们能够活在他的恩典跟计划的里面。所以上帝的救恩是关乎所有的人的，为信的人来预备的。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上帝的预定跟计划，他的拣选不是只有哪些人，而是信的人，所有的人都能够得着这样的一个救恩跟这样的一个预备。所以我们从今天的圣经里面看到，上帝对我们自己显明他自己是那位首先的，是那位末后的。我们如果看在摩西五经里面，在律法书里面，上帝对自己的陈述，他说我是自有永有的。在出埃及记3章14节的地方，上帝向世人的显现，向摩西的显现，来告诉人他是自有永有的上帝。然而在启示录里面，他更进一步的说，启示录里面第1章17节，他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所以我们刚刚在经文里面读到说，他是阿拉法，是欧米伽，意思就是他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所以对使徒约翰来说，他有一个期待，在他整卷的书里面，整卷的启示录里面，最后就提到主耶稣愿你快来。他期待主耶稣能够来临到，快来到人的当中，以至于新天新地就要来到，以至于上帝的国度就临到了。所以只要有耶稣的同在，无论在哪里都是天堂。很多人期待好像死后或者是生命的结束以后，我们能够进到天国或到天堂里面。事实上，主耶稣同在的地方就是天堂。无论在哪里有耶稣的同在，就是上帝的国临到，就是上帝在我们中间，就是上帝恩待我们。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无论是活着是死了，都知道是神在我们的里面，是上帝来掌管我们的生命，是上帝让我们在他的国度的里面。曾经有过这样的一部电影，就是在演到这样的一个事情，有一个载着美国总统的专机，那架专机叫做空军1号。后来这架专机坠毁的时候，总统被救出到另外一架飞机上面，总统在哪一架飞机上，那一架飞机就是空军1号。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有耶稣的同在就是天堂。所以当耶稣在哪里，我们也在那里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天堂，在上帝的国里。所以无论我们在哪里遇到什么事情，主都与我们同在，这是基督徒最美好的确据跟确信。上帝与我们同在，这是最美好的确据。所以这个约翰卫斯理在他临终前，他这样说，最好的事情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上帝与我们同在，以至于我们就知道一切所有都是完美的，都是美好的，因为最完美的就在我们当中。所以若我们只接受圣经中我们想要相信的部分，拒绝了其他的部分，那么我们可能信的不是圣经，而只是我们自己。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是断章取义的去取一些我们想要读的或是想要知道的，而不是接受全本圣经当中都是上帝的启示。所以奥古斯丁给我们这样的提醒，如果我们只接受圣经当中我们想要相信的部分，而拒绝了其他的部分的时候，那么我们所相信的不是圣经，而只是我们自己。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很多人在解启示录的时候，常常是只选自己希望要知道的或是想要知道的，而没有去看到真正的核心在什么地方。
当然，我们从启示录里面也可以看到，上帝是公义的上帝，他不会任凭罪恶永远横行。所以，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凡作恶的，无论那些死的，或者是仍然活着的，都要受审判。这是我们的一个信仰跟确据。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看到上帝是公义的。到最后的时候，我们众人都要在他的面前来接受这样的一个审断跟判断。所以这也是启示录所要让我们知道的一些的事情。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还在活着的时候，不是把我们的生命浪费在一些的无意义的事情上面，或是会后悔的事上。曾经有人这样说，仅此一生投资在永恒的里面。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一生都能够在上帝永恒的计划里面，能够参与在这里面。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的一生虽然短暂，但是我们所做的事情并不后悔，并且也相信这是在上帝的国中，我们有参与在这里面，我们的生命不是浪费，而是能够参与在上帝的计划跟永恒的里面。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好，那我们从今天的经文，我们来看一些的经文分析的地方。第一个，启示录是由使徒约翰在主后80年代到90年代写于拔摩海岛上的，所以这个启示录是由这个使徒约翰所写。那当时约翰因为信仰的缘故被放逐在这个海岛上面，所以没有办法正常的跟人接触，有点像我们现在这样的情况。所以当时的教会当然已经盛传着耶稣将要再来，可是也有传到一些的话变成是没有耶稣不会再来的，或甚至认为基督已经来了，包括这些的异端都出现。所以异端各样的传言在社会和教会里面流传，所以当时没有办法确定哪一些是真的会发生的预言，其实有点跟我们现在的社会状况是一样的。但是当时的初代的使徒大部分都已经亡故了，都已经离开世界了，都已经殉道或者是死亡。所以跟过耶稣的人只有这个使徒约翰还是存在的。所以使徒约翰是这12个使徒里面是活得比较久的，不是说他永远不死不是说他好像这个肉体是永远活着，并不是，而是他在世上的时间是比较久的。所以约翰也提到，这封书信是耶稣自己对他的启示，并且要将快成的事情要指示他的众仆人。所以这个不单是约翰所要领受的启示，而且也是他的仆人们，上帝耶稣基督的仆人所要领受的启示。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当我们领受这些启示的时候，表示我们知道在世界的末了或结局的时候将会有什么事情发生。第二个，使徒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是有对象的，所以在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它是针对当时在小亚细亚，也就是现在的土耳其的一些亚洲地区的教会。所以在第4节到第6节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这7个教会。所以在圣经当中提到圣父、圣子、圣灵同时显现，所以这个时候圣父、圣子、圣灵的显现并没有违和感。所以我们会看到圣父、圣子、圣灵同时向这个约翰来显现的时候，并且要将要成的事情来告诉约翰。所以使徒约翰在问候中为7个教会祷告，并且将荣耀归给上帝。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启示录里面，它是有一个对象的，是针对当时的教会，能够让我们看到当时的教会上帝对他们的一个启示跟未来要发生的事情。我们也可以来思考，这7个教会也是代表现代的教会各种状况的缩影，所以我们也表达耶稣关注他的教会的一个情况，从经文当中可以来看到。第三个，我们从今天的经文里面可以看到，福音书及新约的其他书信都有讲到基督的再临，所以耶稣基督要再来，这是我们所知道的，而且很多的书信当中都有提到这样的事情。当然很多人是害怕这个时间的来到，但是启示录强调这个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在第7节到第8节的地方。所以在经文当中我们有2次看到里面有提到阿们的意思，所以阿们的意思也是真实的意思，表示这个事情是真实的会临到的。阿拉法跟欧米伽是指的希腊文的这个字母的开始的字母跟结束，所以第一个字母是阿拉法，然后在最后一个字母是欧米伽，
表明基督是一切的开始跟末了。所以很多人把启示录误解成启示录好像只是在讲末世的一些的事情，事实上整个启示录在讲的是基督为中心，而不是以末日为中心。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启示录不是以末世来当做一个好像重要的事情，而是要来看到启示录的中心是耶稣基督。所以思考启示的中心是耶稣基督，而不是别的。愿上帝来帮助我们，上帝把末了的事启示我们，要让我们看到最终结的这个部分都在基督的里面。所以愿上帝来祝福我们，让我们从启示录开始，要来看到上帝在末世当中要让我们看到的一些他的心意。所以愿上帝来祝福我们。好，那如果没有其他的问题，让我们就一起来进入祷告的当中。愿上帝来祝福我们，让我们透过祷告、祈求和感谢，把我们一切所需要的来告诉上帝。好，请我们一起来看到我们今天我们教会的干事给大家的这样的一个教会的消息。我们这一周的主日是圣灵降临节的第7主日，那我们一样还是在线上的聚会，因为今天的这个通知在这个政府的通知上面已经提到，我们的3级的这样的一个防疫的日期是延长到7月26号，所以请弟兄姐妹还有我们所有在线上的朋友们，让我们也能够来遵守这些的防疫规定。室内不超过5个人，室外不超过10个人，这是原则上的规定。当然我们还是按照政府所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安排，让我们也能够驯良像鸽子一样来遵守应当遵守的这样的一个法律跟内容。那我们这一周的主日是要邀请我们的蔡慧秋老师卫理神学院的蔡慧秋老师来分享，所以请弟兄姐妹来为我们的蔡慧秋老师来祷告。那6月的收支跟7月的执事的记录，我们都已经公布在公布栏，还有传到各小组里面，请弟兄姐妹来关心教会的各样的事工，让我们也常常为教会的事工来守望祷告。我们每一天都会有这个每日灵粮的灵修短片，从礼拜1到礼拜5，所以请弟兄姐妹能够来珍惜这样的一个影片的这样的一个内容，让我们都能够来从这里面能够得到圣灵的帮助，将圣经的话能够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让上帝的话来影响我们的每一天，以至于我们每一天都活在上帝的爱和恩典当中。因为疫情的影响，我们停办了这个音乐营所以请弟兄姐妹也一样为我们的儿童们来祷告，愿上帝来帮助，让我们的儿童的事工还是能够进行，包括我们的弟兄姐妹在家庭当中来教养自己的孩子，我们都要为他们来祷告。那我们也为制服役人的学院的活动来祷告，求上帝来帮助，让这些的这样的一个疫情过后能够尽快的恢复，这些的活动都能够来进行。那我们也为我们下个学期的卫理神学院的延伸制来祷告，延伸班来祷告。下学期要开的是新约导论，愿上帝来祝福，让我们弟兄姐妹有渴慕的心来读上帝的话。所以在9月12号以前，请大家来完成这样的一个报名。那我们的读经计划5到8月，也请大家继续的来做圣经的研读。那我们也期待解封之后，我们能够有弟兄姐妹能够回到教会正常的聚会，也愿主来加添我们得救的人，让我们能够提升我们的不但是身体的免疫力，还有心理的免疫力，还有我们的价值观的免疫力，还有我们在在各样的财务上面也能够免疫力都是提升的。那我们最后也请大家来关心我们8月8号父亲节的见证分享。如果弟兄姐妹愿意我们当中的父亲不管我们的哪一个年龄层，请跟我们的家警执事或是跟办公室来联系，让我们可以来讲自己的生命见证，以至于我们能够来分享上帝的爱和恩典。让我们一起来为这12项内容来祷告，愿上帝来祝福我们，让我们能够从这些的祷告当中来关心教会的事工跟需要。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让我们能够来关心我们在教会当中各样的需要。主我们把你的教会带到你面前，主教会是你的家，也是主你自己所爱的心腹，愿你恩待主你的心腹，让你的心腹能够来荣耀你。主我们为着我们的
在这一周当中主我们的主日是圣灵降临节的第7主日，虽然我们还在线上必须要在线上这样的聚会，但是愿你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遵守这些的规定，以至于这些的疫情尽快的经过，让我们的弟兄姐妹能够有实际上的机会能够回到教会里面来敬拜上帝。所以我们也为着我们在这一周慧秋老师将要来分享信息，愿你从他的口中能够来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好让我们看到上帝的话和你的信实是这样的美好，并且来指引我们前面的道路。所以我们也为着我们的教会来线上祷告，带领我们的教会不管在收支的平衡上，还有我们的执事们在服事上面，都能够有从你那里来的智慧跟聪明，能够来帮助这个教会的建造跟成长。主，我们也为着我们的弟兄姐妹能够在小组的聚会上面，主能够参与更多来向你线上祷告，让我们的祷告是不歇息的，让我们能够在小组里面也常常关心教会的需要，还有弟兄姐妹各样的需要。特别也为着我们最近疫情的当中，有许多人需要打疫苗来线上祷告，愿你恩待我们，让我们所注射的都对我们身体有益处有帮助。我们也为着我们在每日灵粮的这样的一个吸收来线上祷告，带领我们的每日灵粮这些的灵修短片都对我们的灵修能够有帮助，让我们的学习跟成长都蒙恩。愿你的话进入我们的心中，透过规律的读经祷告，让我们能够在灵性上也有成长。所以我们也为着我们的暑假的儿童夏令营虽然没有办法来举办，但是愿你恩待我们的这些儿童家庭，他们也都蒙恩。主，特别为这些父母亲来线上祷告，让他们在家庭当中能够成为教导者的角色能够回到把教导的权利放在父母亲的手中，让他们能够来教养自己的孩子，到他们长大都不偏离主你的道。主，我们也为着制服学院的活动来线上祷告，带领我们的活动也都能够蒙恩。主，让我们能够在疫情过后也尽快的恢复这些的活动所要做的这些的工作跟事项。主，我们也为着我们下学期的新约导论来线上祷告，带领我们的新约导论的这些的开课，还有我们的弟兄姐妹能够愿意能够有渴慕的心来寻求上帝的话。主，也让老师们所开的课程也能够来帮助到弟兄姐妹。我们也为着我们的读经计划5月到8月的这样的读经的持续向你线上祷告，带领我们的这样的读经计划能够持续不断的来进行，也让弟兄姐妹透过读经祷告祈求，把我们一切所需要的来带到主的面前。我们也为着我们的教会能够在疫情过后我们能够恢复正常的实体聚会来线上祷告。主，愿你将得救的人加添在我们当中，主让得救的人都在我们当中也能够得到造就跟帮助。为着我们在今年主你愿你把得救的人数加给我们，不但让我们在质的上面有增长，也在量的上面有增长。主，我们也为着我们的父亲节的见证会来向你线上祷告，带领我们的教会里面的父亲们主让他们能够把他们这样的一个从教养孩子的心得当中来看到天父上帝的爱。愿你施恩来看顾。谢谢主，赞美你，哈利路亚。弟兄姐妹，接下来我们要为着我们的代祷意向来线上祷告，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为着东北亚的国家，为着日本来祷告，愿上帝来祝福这个国家百姓，他们能够蒙恩。我们也为着中区的教会幸福卫理堂邱运杰牧师，我们为他来祷告，求主帮助，让邱牧师能够来带领在幸福卫理堂这个地区台中的地区的教会也能够蒙恩。我们也为着我们的政府首长行政官员来祷告，愿上帝来祝福我们的政府首长行政官员，他们也都能够蒙恩。为着我们的儿童跟青少年能够获得完善的知识教育跟品格教育来线上祷告。我们也继续为着第一线的防疫的人员来线上祷告，军警人员我们为他们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为着我们所关心的我们的邻国来祷告。主，愿你恩待日本这个国家，让基督信仰也能够进到他们当中。主，让这个国家的百姓也能够蒙恩，有许多的宣教士，有许多的愿意在这个国家里面付出的基督徒，让他们也能够来改变这个国家的文化跟环境，以至于他们能够接受基督信仰在他们的当中。主，我们也为着我们的中区的教会来祷告，为着我们的
幸福卫理堂的邱运杰牧师，我们为他来祷告，愿你恩待他，让他能够在今年要被安牧主要能够成为主你的忠心的仆人来牧养这个教会，愿你恩待他，还有为这个教会能够在当地更加得人来线上祷告，传道同工身心都能够健康，主我们为他们来祷告。主，我们也为着我们的政府首长、行政官员，他们能够秉公行义，做正确的决定，好让我们的百姓来蒙恩，向你线上祷告，愿赐给他们有聪明智慧，让执政掌权者他们所做的决定跟规划能够来帮助我们的台湾的百姓蒙恩。主，我们也为着我们的儿童跟青少年能够受到完善的知识教育跟品格教育来线上祷告，带领我们的儿童跟青少年，他们能够得到这样好的造就，将来能够在他们的世代当中为主你所使用。主，我们也为着在第一线的防疫工作的医疗人员、军警人员来线上祷告。主特别我们的许多弟兄姐妹也参与在这些的医疗工作跟军警人员的工作上，愿你恩待他们，保守他们出入得平安。你的恩慈藏在他们的身上，让他们所做的工作、所服务的人民百姓，也都因着他们的服务，因着他们的工作，都能够得造就、得蒙恩。谢谢主，也保守我们这些医疗人员、军警人员都十分的平安。谢谢主，赞美你，哈利路亚。弟兄姐妹，我们最后要来为我们的肢体线上祷告。那在这个祷告之前，我们要先来做这样的一个结束祷告。那请弟兄姐妹一样的关注我们在肢体消息上面的这些的事项。那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我们的各自的关系，所以请大家就关心祷告，然后私底下来为他们来祈求祷告。那请大家就关注这个肢体的消息，让我们在祷告当中彼此来纪念。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来纪念我们弟兄姐妹的需要，也看到我们在各样的公祷的事项，我们能够参与有份。愿你恩待我们。主我们也把我们自己的需要带到你面前来，愿你施恩帮助我们。当我们为弟兄姐妹祷告祈求的时候，主我们也相信你差派许多的人为我们祷告。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在你里面蒙恩，也让你的教会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教会，成为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在你里面蒙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